无间地狱的诸位有什么？近边地狱，在无间地狱的四面，地狱的四面各有堂位什么？堂位坑地狱，还有呢？施粪泥。施粪和地狱，然后利润原地狱和建远离4个地狱。东方有4个，南方有4个，西方有4个，北方有4个，共16个地狱。东南有一座铁柱山，同样西南、西北、东北各有一座铁柱山。好，那这个里面刚刚就是那个丙烯提到的，就是文武百尊的故事。文武百尊的故事，这个原有文武百尊的这个法的，在这个人间，或者可以说这个世界上，有这个文武百尊法的这个缘由就是这样的。它有一个故事，它的故事是，有一个。那一定是印度的，印度有婆罗米嘛，印度有很多族里面，就是婆罗米的族是比较高级的一个族，所以婆罗米族的一个老师，大师，他就说了一个学生是一个王子，那么在这个他那个王子学习，各种各样的文化去学到已经是很高的层次的时候呢，那他就，起了一个很不好的意念，然后对自己的上司、对自己的老师起了一个邪见之心，然后就是一个嫉妒之心。他就像我的上司，我的老师才是这个世界上现在是最有学问的，相当就是比我更好的。然后如果是他没有的情况下，我是最高的。他自己的学习也差不多达到就是他的老师一样的学问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一个。怎么说呢？那个嫉妒之心，然后他呢就伤害了他的老师。他伤害是怎么伤害呢？他就让他喝酒，让他的饮食里面放一些会喝醉的一些东西，然后就是要让他醉了，然后就他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，相当就是在麻醉一样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把这个。用东西把那个眼睛都挖了，然后四肢都是砍断了他的那个这叫什么？四肢嘛，对不对？脚跟、手臂全部都砍断了，然后就是眼睛也挖了，但是没有死嘛。然后就是波罗蜜睡醒了以后呢，他醉醒了以后，他就问为什么他变成这样？他知道了以后呢，他就很痛苦也很生气，然后同时呢，他就是做了很大的发愿跟祈愿，就是不正的那些邪的愿最后死了以后呢，2个都下了地狱。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那个人生无常嘛，那老师死了，那个徒弟也肯定会死嘛。那么这个不需要同一天死。我们在人类来说的话，就差几十年也是很长时间，但是地狱中来说的话，就1天都不到的时候，他们2个都下了地狱。下了地狱的话，因为这个罪是最严重的，所以呢，就是他们都是在下了那个无间地狱，而且呢，就是非常大的痛苦，在一个时间呢，就是6道中的所有的众生的痛苦都是集中在他们的身上要感受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整个的地狱当中没有比他们更痛苦的，所以也可以说6道中当然可以说是没有比地狱的众生更痛苦，但是所有的地狱的众生当中也没有比他们更痛苦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普贤王如来就发愿，就让金刚萨埵跟解析金刚2位呢，就是在地狱中打开文武百尊的法让他们从地狱中解脱。
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一个故事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这样，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文物本身的法，听解脱的法这就是听解脱法的故事。那就刚刚必须刚刚想到这个是不知道有什么。讲到无间地狱，就会想到是有什么想法不知道，是要那个讲那个无间地狱的厉害，还是说想要讲文物本身的厉害，还是说本来没有想要下无间地狱，还是说下了无间地狱以后当文物本身，这个不知道。不像我说的，再要像一个更强的把这个什么目的不知道，开玩笑。文物本尊的法在无间地狱曾经打开过坛城过。好。好，这里有一一的解释，在唐魏坑地狱，由于无间罪的业力减轻而从无间地狱中解脱，见到远处有黑色的两鹰，高兴前往，结果陷入剧烈燃烧的炭火坑、唐魏坑里，血如胶来，痛苦难忍。所以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在无间地狱里面痛苦，到最后呢，就是稍微业力稍微轻一点的时候，就相当就是放出来，就相当于他就可以在出来一点点的时候，他就远处看到了，因为地狱本身就是那个这里都是很热的痛苦是最重要嘛，所有的那个痛苦就是热寒两个痛苦嘛，这里面呢就是也是最大的就是怎么说呢，无间地狱的那个热痛苦的地方，他就出来了以后呢，他就看到就是黑阴的时候，相当我们就是太阳很大很大的时候，在外面的话，那可能是有一点的那个树或者是房子的那个黑阴的话，那我们肯定会跑到那个地方去躲一下躲一下热，就像这样的道理，他就是到了那边，但也是到了那里，就是它并不是什么黑阴，就是也是很不好的地方。还是一样的火坑里面，然后有时掉了火坑里面，然后一样的会痛苦，也是一样的会烧起来。湿粪泥地狱，从前面的地狱之唐魏坑地狱中获得解脱，从远处看到一条河流，因为前一大劫毁灭前一直在火堆中煎熬，非常干渴。看见水后欣然前去饮用，哪里有什么水？结果陷入散发浓烈臭气，里面许多想虫的人尸、马尸、鲜尸等腐烂尸体的淤泥里，最后土也没入其中，被许多具锋利铁喙的昆虫啄食，感受无量痛苦。这个是。湿粪泥，这些一届都是，等于就是从前面逃出来，就觉得就是比较开心的，然后就是觉得能够可以更好的，但是到了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更严重的地方，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会很痛苦的。利刃园地狱，从前面的地狱中解脱出来后，看到有一艳丽的青青草原，欣然前往，结果遇到的却是一片兵器所成的利刃园，整个大地长满细如草样、锋利燃火的铁刺，如果右脚踏在上面，右脚被戳穿；左脚踩下，左脚被刺透。脚抬起时又恢复，再踩它时又如前一样被穿透，痛苦难忍。
建业离地狱，从地狱中刚刚解脱中出来的众生，看到越狱的树林，兴奋地狂奔而去。哪里有什么越狱的树林？遇到的却是间界林。铁树上生长许多像树叶一样的利剑，随风飘动，将这些众生的身体切割成碎片，复合后又割解，如是感受切割的痛苦。铁柱山地狱，铁柱山地狱为坏犯罪行破戒里的出家人或行邪淫的众生转生在此地。由于业力的牵引，来到恐怖的铁柱山前，听到说山顶上有昔日喜爱的友人呼喊自己，便向山上偏登。此时，结果身体什么被铁树被铁树什么上生长的指向下方的树叶刺穿。爬上山顶时，乌鸦、鸠鹰等前来啄食他们的眼睛，只是由山下传来呼喊他们的声音，如琴一样，又向山下奔去。所有的树叶，此时所有的树叶又上方朝向上方，从他们的前胸刺入，进至穿透后壁。到了山脚下，被可怖的铁男铁女拥抱，将他们的头吞入口中，从嘴角两边流出白色的脑浆，异常痛苦。如此，自己认真观察了8热地狱、16近边地狱和铁柱山地狱的痛苦后，当于情境处闭目观想。唯一真的身在那些充满恐惧和痛苦的地狱之中，又沉思：我现在并不是真正身在那些地狱里了，仅仅是内心意念竟然那么恐怖痛苦，而今真正堕入于地狱中的众生不可胜数。这些众生多曾做过自己前世的父母，也无法确定现世的父母亲友等许多人死后或堕入地狱中，转生到那些地狱的主因就是嗔恨心。我们这些人前世和今生造过无数嗔恨烦恼的恶业，后世一定会转生于那些地狱中。因此应当反复思维。如今我们得到了暇满人生，只遇到具有法相的上师，听闻了甚深窍诀，有了行持佛法获得佛果的机会，应当精进修持，为今后一定不要投身到那些恶趣之处，蒙力追悔之心，忏悔往昔所有的恶业，并蒙列发誓，今后即使遇到生命危险，临时也不造堕于地狱的恶业。对现在生于地狱中的众生，也要发起强烈的悲心，并发愿，
愿这些众生即刻从恶趣中解脱，以圆满加行、正行、结行而修持。八海地狱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八海地狱这边。八海地狱开始从下面讲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最主要呢，不是有降入多少的问题，最主要呢就是你们回去必须得要思维一下，我们要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面要好好的修持，好好的实修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没有实修的情况下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啊。今天只是提一提，然后就是我们就变成要浪费时间，那我们这个浪费时间呢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嘛。今天几号啊今天8月1号，礼拜六。 7月26。今天25。 7月26啊。 7月25。 7月25。好。自本作为着康着我